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1990年代，资深的台语歌手白冰冰有一块出名台语歌，歌名叫做《盖高尚》。这是形容一个人人品好，或者是一个人真清雅有气质。高尚嘛，当形容物件品质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高尚的高，读高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高的意思就是悬，颠倒变的字就是低。形容一个人生做真悬真落，咱讲伊是高强；若是形容一个人能力真好，咱讲伊高明。有高明的见解就是高见。形容物件品质好，咱讲高尚；若是高尚佮尊贵，咱讲是高贵；若是形容一个人功夫好，咱讲伊是高手。伫咱台湾嘛袂少人说高。另外，这个高，佮有一个音读做高，像讲高粱酒，就有人读做高粱酒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高强，这是形容一个人生做真落足大长，定定和大汉做伙讲，咱讲高强大汉。卖当讲是四长，或者是高强四长，或者是会当讲是人悬汉大。第二个词读做高明，这是形容一个人功夫真好，能力真好。颠倒变的词就是假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最近有一个医生拄来咱的庄头服务，生做高强大汉，人阁亲切。听讲伊的医术足高明，通人拢学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高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高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